唔知平日大家有冇用淘寶呢？淘寶嘅出現改變咗現代世人消費嘅習慣，令到人哋購物更加方便。但係你又知唔知淘寶係由邊個創立嘅呢？俾幾秒時間大家諗下。冇錯啦，就係馬雲。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就係馬雲嘅故事，講下佢點樣喺畢業之後遇上一連串不幸嘅求職經驗，跟住又點解會踏上咗創業嘅路途，中間遇到啲咩失敗，最後又點樣俾佢揾到商機，創立咗阿里巴巴呢？馬雲喺杭州出世，家境唔算係好。喺嗰陣時，中國啱啱開始對外開放，有好多外國遊客嚟旅行。馬雲從小就好鍾意英文，但係屋企就冇錢幫佢補習，於是佢每日朝早就踩單車去酒店門口等外國人出嚟，主動講 Hello, I show you around Hangzhou。馬雲免費做佢哋嘅導遊，目的只係希望練好英文。有時啲外國人都好抗拒，亦都唔想理佢，覺得佢真係好煩。不過馬雲冇放棄，佢為咗練好英文，堅持呢個習慣，做咗大概9年。馬雲讀書嘅成績唔算好，考大學都要考咗3次先考得上，仲要係保錄先至入到師範大學。可能馬雲注定係一個唔平凡嘅人，所以畢業之後佢嘅揾工經歷亦都同平常人好唔同。而呢個唔同係唔好嘅一方面。馬雲試過去應徵 KFC 嘅工作，嗰陣時 KFC 喺中國新開張，好多人去申請，總共有24個人去應徵，結果有23個取錄咗，但係就得馬雲一個被拒絕。你會唔會覺得馬雲真係好黑仔呢？唔通真係連個天都唔鍾意佢？不過好彩，馬雲並冇咁諗，亦都冇灰心，佢繼續去揾工。之後去咗公安部應職，但呢一次佢亦都唔成功。跟住佢都有試過去酒店應徵做侍應，不過都係冇人請佢。就係咁，佢前前後後總共被試過拒絕咗30幾次。雖然馬雲失敗咗30幾次，但係佢都冇認輸。跟住佢靜落嚟諗一諗。佢細個自己都好鍾意英文，亦都多年幫啲外國人做導遊，所以佢對佢自己嘅英文能力都幾有信心。於是佢決定轉型去做老師。雖然月薪只係12蚊美金，即係人工只有80-90蚊人民幣一個月，但係馬雲可以喺大學教英文，佢可以邊教邊學。呢份工對當時嘅馬雲嚟講都算係一個唔錯嘅開始。喺1995年，馬雲去美國出差，第一次接觸到互聯網，佢覺得呢樣嘢非常之有趣，而且充滿咗機會。馬雲覺得未來係屬於互聯網嘅。當佢返到中國之後，就立即辭職，跟住就借錢同朋友喺屋企開咗中國第一個商業網站中國黃頁。但係問題就嚟啦，嗰陣時中國互聯網好落後，好多人都唔知乜嘢係網上做生意。網站上咗線之後冇人用，馬雲又蝕錢，真係蝕到想喊啊！當時馬雲同佢啲工作夥伴都只係逼喺一間好細嘅屋入邊做嘢，成日都要食即食麵，仲要面對競爭對手抄佢哋嘅橋，有段時間甚至窮到冇錢交租。馬雲真係有諗過將間公司賣咗佢，不過好彩後嚟俾佢諗到條橋，佢就諗，既然中國嘅企業唔識得上網，不如就我哋教佢點樣上網啦。於是馬雲就開始上門推銷，親自去啲工廠、店鋪解釋俾佢哋聽互聯網係點樣幫佢哋做生意。經過一段時間之後，就開始有企業用佢哋嘅服務，而佢哋嘅生意同收入亦開始好轉。1999年，馬雲創辦阿里巴巴，專門幫中小企喺互聯網上面賣嘢。起初阿里巴巴冇錢冇人知，員工亦只得18個，逼晒喺馬雲嘅屋企。佢哋日日夜夜喺度寫程式推廣網站，但係用戶都係好少，投資者都唔係好信佢哋。最大嘅危機喺2000年，當時互聯網泡沫爆破，
好多科技公司都倒閉，阿里巴巴都差啲冇錢發人工。咁馬雲點睇呢？佢不慌不忙咁講：既然冬天都嚟咗，咁春天仲會遠咩？跟住佢開始縮減人手，節省開支，專注改善產品，推出信譽通系統，等買家之間增加互相嘅信任。之後馬雲又去全球推廣，喺美國、歐洲嗰邊開會，講解企業喺中國發展嘅機會。跟住2003年，馬雲見 eBay 進軍中國，於是佢推出咗淘寶網。面對 eBay 呢個龍頭企業，馬雲決定用免費嘅策略，短時間就吸引咗大量嘅買家加盟。淘寶就係咁好快就爆紅啦。馬雲話：我哋唔係要打敗對手，而係幫客戶成功。佢呢個以客為先嘅理念，最終令到阿里巴巴成為全球最大嘅電商，馬雲亦變成億萬富翁。佢退休之後仲做善事、教書、鼓勵年輕人。而馬雲最值得人哋學習嘅地方就係佢不服輸嘅態度，即使面對資源短缺嘅問題，佢都會動腦筋。佢會站喺個客戶角度睇下佢有咩需要，究竟佢可以做啲咩幫客戶解決難題，令客戶可以做多啲生意，而唔係一味用錢收買個客。